陳永林而家喺筲箕灣㗎，午飯時間多唔多市民嚟水車攞水呢？喺筲箕灣金華街呢一度電車站呢一度呢，依然係有唔少嘅居民攞住水煲等等去到水車呢一度排隊攞水嘅。咁啊，跟住呢，我哋亦都有同一啲嘅居民傾過偈啦。有啲居民呢就話佢哋喺屋企都係冇水嘅，出到門口去附近嘅餐廳打算食餐飯，但係就摸咗門釘。有食肆嘅職員就話，因為餐廳都冇水，所以真係開唔到，建議居民去太古等等附近嘅地區食餐飯。現場嘅情況暫時睇到呢一度，先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，唔該。陳永林而家喺筲箕灣，午飯時間多唔多市民嚟水車攞水啊？喺筲箕灣金華街呢一度，丁丁站呢一度呢，有唔少嘅居民依然係喺度排緊隊喺水車呢度攞水嘅喎。咁我哋呢而家身後邊呢一格嘅水車呢，係啱啱幾分鐘之前先到嘅，係接替翻上一格嘅水車，但係要先花15分鐘左右將水缸全部吊晒落嚟，市民先至可以拎得到水。至於每格水車要隔幾耐先至嚟呢？現場就曾經有職員話可能都要45分鐘到1個鐘頭左右，不過結果好快就隔咗一陣間就到咗。啱啱同部分居民亦都傾過，排喺較前位置嘅居民就話，至今已經排咗半個鐘頭左右。市民除咗攞水煲、細膠桶之外，亦都會喺現場拎水袋裝水，亦都有餐廳攞大鐵桶或者膠桶，希望一轉可以攞多啲水。亦都有居民喺屋企冇水，出門口去到附近嘅餐廳打算食飯，但係就摸咗門釘。有食肆嘅職員話，因為餐廳都冇水，所以真係開唔到，建議市民去太古等等附近嘅地區食飯。現場嘅情況暫時睇到呢一度，先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，唔該晒。轉睇下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案召開特別業主大會，喺4個場地同步廣播，唔少業主期望了解大維修退款安排。